台南市社会主体目前陆续在兴建施工当中，未来将对高龄甲弱势族群有优先户甲一般户，无同的区分，大个年限嘛无同。对此，议员李定国上午市政总咨询，首先就为高龄甲弱势者来请命，希望会用延长高龄者的大个期限。对此，市府都发局长回应。目前中央有咧建议配套。其实我们的居住正义它是歧视高龄哦，歧视高龄而沦为空谈。你赖着不走，又跟我们所谓的法规会有所冲突，我们只能走法院程序。但是你一旦社会问题出现，社会观感出现，其实都会被所谓的政治操作。年长者他们有居住的需要的话，是不是在特别户的这个部分能够再延期？这个中央已经有体认到这个问题，正在研商相关的配套措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的话就是说，其实我们这个优先户跟一般户到期了以后，它可以再重新申请。对，所以并没有说它就一定要强迫被搬离了。那至于说从12年到也是一样重新申请吗？它可以再重新申请，那才加入下一轮回的那个抽签或者是评点。另外，针对交通方面，议员嘛以外山平台的急时系统为例，希望市府的交通智慧控制中心会用加强交通的移动效率甲时效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